运动场敢会变做粪扫场？这是发生伫台中。台中的台湾体育大学顶礼拜办完这个韩国明星演唱会，想不到办煞了后，运动场煞变甲有够垃圾，四界拢会使看到粪渣啦。来遮固定练走的民众讲，这个踏入校园运动场都闻到臭味。要不演唱会进前无这款情形，伊感觉咧真正有够无奈。校方是解说讲，这个怪味应该是这个演唱会了后臭屁啊烂去这个气味，啊若环境遮垃圾会赶紧平。K-pop 来真侪明星唱歌，10号举办韩国明星演唱会，就伫咧台中台湾体育大学上场。不过活动办煞所在所变甲真垃圾。若是跑道加几若顺乌乌的粉渣，我经看涂骹阁有乌白淡的粉头，全部扣来练运动的民众翕落来。电竞场无事无备，变甲真乱，行起来阁有真臭味。很像那种人家垃圾丢弃那种很久积的那种味道，也有那种尿骚味，然后，我也不会形容，就是很臭。昨天看变这样，会觉得非常的傻眼。这样。今天是从草坪那边直接走进来，然后在地板上有看到很多就是演唱会的那个啪彩带。草地就都差很多，而且没有什么复原。而且味道很重。毕竟运动场嘛是练体育的所在，除了变甲真歹看，无造成学生的困扰。校方解说，这臭味应该是草包烂去的味，有收到学生伫咧反映，今年赶紧并等处理。这个部分我们已经要求厂商尽快完成相关的清洁。那有关大型的垃圾，在礼拜3都已经完成处理了。那现在只剩一些细微的部分。除了跑道为所在受到伤害，运动场的草包嘛因为演唱会顶面爱铺铁板做施工的便路，学校要求厂商爱伫咧开学前复原。主办单位是回应讲，是复原的时间拄到风台天，后礼拜2就会开始点铺新的草包。不管是学生或者是民众，拢甘那希望电竞场会当赶紧恢复到原来的模样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